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中学所得税呢，已经伫5月份开始申报，但是因为今年呢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所以咱政府嘛有特别呢提出一寡申报甲减税新措施。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中央级的长官到咱节目当中，要来向咱的市民朋友来好好做一个说明。那今嘛就来欢迎几位贵宾，我们欢迎财政部南区国税局的卢贞秀局长，欢迎您。碧纯，还有我们前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局长哦，今天可以大驾光临来帮我们民众说明这个跟大家都有切身关系的议题。咱知影讲今年因为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冲击啊，可以说是各行各业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那大家还是应该要缴税嘛，这是应尽的义务。但是呢，可能对大家来讲会想说，哇，那这样子这个时机来缴税，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时间延长一点？好像有这样好的措施是不是？请局长说明。好。今年呢，因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知道大家受到疫情的冲击，所以我们特别把今年的结算申报，从5月底延长到6月30号。换句话说，就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来完成结算申报。对。那局长，像我个人，我就有收到这个108年度嘛，税额试算的这个通知书。是。但是这个通知书上面呢，它日期我跟他看，它是写109年5月1日到6月1日，所以这个是没改到吗？这个部分呢，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那个税额试算通知书，通常我们就是在4月23、24就会寄出去。那今年因为行政院后来决定要把所得税结算申报延长到6月底，所以我们原来印好的内容我们重新印，所以观众朋友一定会感受到说，今年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的时间比较延后，好，大概在28号我们才寄出去，对，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信封已经都印好了，好，全国大概有300多万件税额试算，所以如果再重印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经费上必须要浪费钱啦，对，所以我们就用盖章的方式，好，那一方面我们也在电视、在媒体宣导。那请观众朋友呢，可以在6月底之前回复就可以了。对，所以是到6月30如果大家看到写5月1号到6月1号，这是因为之前已经先印好的，但是我们不要浪费这个300多万份的资源，所以呢，我们把这钱省下来那当然透过很多的宣导那民众就是说可以到6月30以前缴就可以了。是的。那其实这个缴纳也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好，那就是说，既然说我们这次缴税可以延期，对不对？那这样退税的话，大家会想说，可不可以提早退啊？这当然了，我们延长2个月申报，但是我们的退税反而是提早。我们今年呢，把第一批原来是7月底退税的提早到6月30号。好，所以你只要是在5月1号到6月1号之间完成网络申报，当然含税额试算的回复确认，你的退税就可以在6月底之前收到。好，那第二批退税我们是增加7月底之前。好，所以你如果是在6月1号到6月2号到6月30号完成申报的，那么你的退税就会落在7月底之前就可以收到。那最后一批是第3批是在9月30号。好，9月30号呢，我们是指这个5月12号到6月30号之间，你用人工2维条码的，当然也含税额试算的回复，这些都会在9月30号收到第3批的退税。对，哇，这样很棒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差不多7月到10月嘛，没错，分几个阶段来退。那今年变成6月到9月，哇，就可以退税了。对，那第4批就会落在原来的10月才退税。就原来的10月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去申报的时间延到6月底，但是退税呢提前从6月开始到10月呢就会提早的退税，所以这是因为因应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冲击，对，所以给民众也算是一种福利跟一个纾困没错。好，那我们知道说金价去改局长这个武汉肺炎让各行各业
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不对？原本生意很好的，突然间生意不好了，啊，做这人原本有给探瓜钱，但给交瓜水嘛，变成公受到疫情影响，多少都手头有点紧。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一次缴出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纾困措施？当然，我们除了这个退税增加我们的退税级别之外，我们对于这些因为疫情，然后你在生意上啊收入受到影响，或者是像我们个人受雇于企业因为这样他就减薪上班，对啊，这种我们都有做出因应的措施。所以我们在缴税的部分，你如果真的缴税有困难，你可以来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那延期呢，最长就是1年。1年。那如果分期，你可以申请延长分期3年，就是可以分36期最长。好，那你可以看你自己的经济负担的状况跟能力，你可以申请我要分6期、12期、24期，最多就是分36期。最多可以分到36期哦。对，哇，所以这样子可能针对这一波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来讲真的是有蛮大的一个帮助啦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说报税啊，因为现在我们也都会很担心说，哇，到很多人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要保持那个安全的距离，然后而且就是说，有时候大家挤在一起报税，其实多少会觉得有点担心所以其实更方便的是说，我们现在很医化，对不对？都可以在家报税，所以在医化报税这方面，是不是局长也可以跟大家谈一下？我相信医化报税这部分大概可能在前几年都很熟悉的就是网络申报。对，好，那网络申报我们只要你手中有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健保卡，健保卡大概一定拢有，好，但是健保卡一定要去健保局，或者是到我们楼下，我们有服务，完成这个健保卡的注册。那么你拿了这2种凭证呢，你就可以在家完成网络申报。但是因为这卡片一定要有读卡机，是。那没有读卡机怎么办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今年特别有一个对这些没有读卡机的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措施。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家里附近一定都有4大超商。对，好，在台湾真的很幸福，4大超商就在我们家隔壁。所以呢，你如果家里没有读卡机，你第一次你就拿着你的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注册过的健保卡，到你家附近的超商，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kiosk。就是多媒体列印机，大家都很知道的。好，那你把卡片插进去，它就会列印出你的查询码。好，那这个查询码呢，你加上你的户口名簿的户号。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户口名簿户号，没有关系，这个机器也可以帮你列印出来。所以你可以在这个4大超商的多媒体事务机器里面列印查询码跟你家里的户口名簿的户号。那用这2个号码，再加上你的身份证字号，你就可以在家里完成网络申报。对，所以就是说，现在的申报方式其实管道很多。那有哪些管道？是不是局长也可以跟大家说明？当然，网络申报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有些人呢，他觉得他一定要有手感的温度。有些人坚持他一定要有人工书写，那所以他都会到现场去嘛。那刚刚你拿的那个税额试算也是我们申报的方式之一，好，还有我们刚刚讲的2维条码的申报也是。好，那现在比较大家会使用的就是网络申报跟税额试算这2种，这种都占很多了嘛？对，这个百分比非常的高哈，因为你只要1根手指头按一下按键就可以完成申报，很容易的。对，所以现在其实反而到这个现场去申报的人数会比较少了，对不对？对，往年呢，会到我们国税局来办理申报的都是可能健保卡还没有注册过的，那他想要完成这个注册，那就可以到我们国税局来完成这个注册之后，马上去完成申报。对，所以其实网络报税啊，我们就是说，像刚才局长也有谈到，原本的一个招式，然后后来就是推出这些新的招式以后，是不是让更多的民众又觉得更方便？是的，对，哇，所以其实这个。哇，现在真的是因为网络啦、媒体等等很发达，所以大家其实也都是很想要用更便利的方式来做好这些。好，那我们知道说今年报税啊，就是很多政府推出很多纾困嘛，
对不对？那我们这报税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对我们民众好的减税的一些项目呢？减税的今年有6大项，好，对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长照，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来帮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介绍。那还有去年有通过同婚这些怎么申报，对，还有我们的基本生活费也调高到17.5万元等等这些。对，所以其实我收到这个税单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今年的税怎么缴的比较少，好开心哦。对，就觉得有纾困到。主要是因为去年也推出一个所得税制优化措施，我们的这个薪资各项特别扣除额都提高到20万。哇，对啊，对，这样就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真的是蛮有感的，差很多，对，没错。所以我们这6项减税的项目，我希望和咱的观众朋友一点做关心的，当减税大家都做欢喜。哪6项呢？我们现在请局长好好跟大家说明，大家仔细听哦。好，那我们第一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长照特别扣除额。好，那长照特别扣除额怎么样扣除呢？其实长照特别扣除额一个人会当靠12万。就是说，如果说我家里有长辈对需要长期被照护的，他就可以扣12万。那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其实它是有对象的。有对象是哪些对象？就是说你在家自己照顾的，好，在家自己照顾。还有第二种就是你入住在长期这个照护的住宿型的安养机构的。安养机构。对，好，那你有给付这个安养费。好，但是你住在这些住宿型的安养机构，全年要达90天以上的。要住满90天以上。对，住满90天以上，然后你要减负这个收据，好，因为你缴费就会有收据，你就要减负这个收据。好，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去申请政府的长照失能照护服务的，好，这一种也可以，因为你去申请政府的长照失能照护服务。一定有分政府补助多少费用，好，那你自己要缴多少费用，你把这个收据拿来就可以当成长照特别扣除额的这个附件。那还有一种呢，在家自行照顾，你有聘请外佣的，好，在家自行照顾有分2种，一种是聘请外佣，一种是没有聘请外佣，用自己照顾的。对，那如果是自己照顾又没有聘请这个外籍劳工的，那么你就必须要去申请这个巴氏量表，好，就是我们说的失能的诊断，好，或者你必须要减负身心障碍重度以上的手册。那我们所谓的长期失能的诊断证明书呢，我们本来是到6月1号截止，好，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要当证明文件嘛，对，有些观众朋友可能来不及，所以我们又把日期延长到6月30号以前，你只要提出这个证明文件就可以了。让观众有时间去有充裕的时间，对，因为今年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啦。那你如果在家自己照顾，又有聘请外劳的，那麻烦你一定要把政府给你的照顾聘雇许可函来当做附件就可以了。好哇，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知道家里这样有这个观众朋友有这个需求的，刚好符合的就赶快去办理哦。是，好，那再接下来我再说明一下因为长期照顾我刚刚有讲。一个人是12万，对吧？原来你可能有身心障碍就有扣除的，那个是20万，好，都可以一起用哦。不是说你今天长期照护扣了12万，你原来有身心障碍特别扣除20万就不能用，不是？所以变32万。对，如果你是身心障碍重度以上，你本来就身心障碍就失能的，那你原来身心障碍特别扣除可以用20万，然后今年又加了长照特别扣除12万。总共有32万，哇，就变32万对，哇，所以真的是这有效果的，对，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减税措施？还有啊，像我们应该都是受薪阶级，对，那我们领薪水呢？对，因为我们领薪水，我刚刚有说，我们可能原来就有定额的特别扣除，定额的薪资特别扣除20万，但是有些人他的职业比较特别，对，可能是 model 啊，或者是小丑啊。或者是像碧纯，你在上节目主持的时候，你需要有特别专用的服装。那这个服装呢，你可能平常你不会穿出去，对。那这种
你的置装费，跟你的薪资收入有关系的，你就可以核实减除。这里可以吗？对，这样你看我买了一堆衣服，终于可以有那个对稍微核实补偿一下。减除。对，然后除了这个呢，当然你买的工具书、你的设备，好，跟你薪资相关的，譬如说，像我们前面的摄影大哥啊，他可能要买摄影机，好一点的摄影机，跟他的薪资收入有关的，这个也可以。这也可以。但是你要拿发票或者是收据，而且不能够超过你这个收入的3%以上。好，或者你去参加训练，好，像碧纯来主持，可能需要有一些专业训练，你去参加训练的这些费用也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天花板都不可以超过3%，就是3%。但是我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跟碧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说可以核实减除，但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定额的扣除20万，对不对？对。好。如果你的核实减除跟这个定额减除比起来，定额减除对你比较有利，你其实就用定额减除就好了。因为核实减除你要减负很多的发票、收据等等，那你可以去自己衡量比较一下。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坚持要用核实减除，我们稽征机关在审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你看看。这几行对你卡有利哦。好，如果你今天自己是核实减除，但是我们审核下来结果，你只要用定额减除就可以扣到20万了啊。对。好，你的核实减除搞不好比20万还来得少，我们就会自动帮你。帮你去用定额的减除。对，所以就是观众朋友听了以后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衡量一下。那不会的话，我们国税局方面都会帮你做好的服务。没错。哇，真的很棒哎。对，那还有呢？还有什么？第3项啊，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生活费用。好，我们从原本的17万调高到一个人基本生活费用是17万5千元。有调高。但是这个基本生活费用呢？就是我举例好了，如果我们这个申报户有4个人，我们就用17.5万乘以4，就是你这个申报户的基本生活费是这么多，然后再跟你的标准扣除额、各项扣除额、免税额加起来去比较。好，如果加起来比较的这个数额比17.5万乘以4还来得低，那么是不是有个差额？对啊，这个差额也就可以作为你综合所得税申报的减除项目。对，哇，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好好的来算一下，看自己有没有符合哦。对，好，那另外就是好像这个没有谋生能力认定原则放宽了，对不对？对，我们没有谋生能力，大概可以分为2个大类的对象，一个就是你的直系尊亲属，还有就是你的子女、兄弟姐妹跟其他亲属或家属。好，那还有一种就是你的直系尊亲属还没有满60岁的。我们原来的条件是说，你必须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或者是你有重大疾病、精神障碍、智能不足，那你都没有办法去工作的，才能够叫做没有谋生能力。好，那对于60岁以上的呢，就是你的所得没有超过免税额的，免税额比较少，还没有达到10万嘛，对，没有超过免税额的叫做无谋生能力。那今年我们把它放宽了，好，就是放宽到我刚刚讲的那些就不要看它了哈。我们今年要看的条件就是，你是受监护权宣告还没有撤销的，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必须要长期受到别人的照护，好，你都没有谋生能力的，这个就叫做没有谋生能力了。所以条件非常的宽。对啊，这样宽很多对，那对于未满60岁的直系尊亲属来讲，就是我们放宽的条件，就是放宽到你的所得全年的所得没有超过基本生活费17.5万元的，就叫无谋生能力。哇，对，哇，所以真的是放得非常的宽。是的，哇，好，所以这个大家听了其实都会觉得哇，真的是在这疫情当中带来一点小温暖，小确幸吧。对。好，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啊，我们去年有应该是今年1月11号有立法委员选举，对不对？对呀。好，那立委选举我们大概可以分为2种捐赠对象，一种是对个别候选人，好，一种是对政党。对个别候选人捐赠当然没问题，可是对政党捐赠，
我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你对政党的捐赠一定要他推荐出来候选的这些候选人的得票率有超过1%，有超过1%才可以来作为你的列举扣除捐赠的这个减除项目。好，那我们的政党原来在105年选举的时候已经有9个政党已经成立了。那105年之后还有3个政党成立就是民众党，还有一边一国的这个对，还有一个是台湾激进党。对，这3个党是在105年之后才成立的。那这3个党呢，因为他们在105年没有选举。好，然后109年才有选举。那我们现在申报的是108年度，对不对？对。那这3个新成立的党，我们怎么去看它的得票率？我们还是看这3个党，它在109年的得票率有没有超过1%？那原来有成立的那9个党，就要回去看105年的得票率。这是有区别的。对，所以就是目前就是那9个以外，那这3个都有得票率超过1%。对，总共有12个。我们在网站，在我们国税局的网站都有帮大家列出来，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看我们的网站，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做询问。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做这个政治现金给这个政党的话，去查一下很方便，12个政党今年多了3个。对。好，那接下来就是说今年很热的议题，同性伴侣的。大家都知道，对，我们去年通过了一个非常应该是让大家有点 shock 的这个法令哈，就是同婚法。对，好，那同婚法就是你的配偶不一定要异性，也可以同性。好，那么我们的申报户呢，因为是家户制，所以今天如果你的配偶是同性的，你们就是要合并申报，好，一定要合并申报家户制嘛。好，但是如果说你跟你的同性配偶是在108年度才结婚的，第一年结婚的第一年，对，你可以选择你要分开申报或者是合并申报，你自己可以算一下怎么样的方式对你比较划算。是，对。但是如果选择合并申报也没有关系，你们的薪资也可以分开计税。好，其实简单讲起来，就跟我们现在的申报制度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只是结婚的第一年，你可以选择分开或者是合并。对，就是说有特别讲到，就是108年结婚的同性伴侣这个部分，是，对，所以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减税的一些福利。是，哇，所以真的不错这个6项减税，我想可能受惠的人是蛮多的，应该很多，对，很多哈。好，那为了鼓励大家呢，还是就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我们还是要尽义务要报税，所以我们是会举办什么活动呢？这个好康的一定要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年呢还是跟往年一样我们还是有这个结算申报的抽奖活动哈。那这个抽奖活动呢，今年要特别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的适用抽奖的对象有所改变。怎么改呢？因为我们因应疫情啊，我们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到国税局来做申报，主要是希望减少我们的群聚风险。好，因此呢，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在你自己的家里完成网络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这个回复的确认动作。好，你只要在家里完成网络申报的，只要不是国税局的 IP 位置，你要在你的办公场所，或者是在你家，或者只要在国税局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对，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是，那我们可以参加2重的抽奖。2重，第一重你只要完成网络申报，或者是税额试算回复确认，就可以参加第一重。第一重的头奖呢是5万块的提货单，5万块还是很多哈。那如果你又用行动支付你的税款，好，行动支付 APP 去支付你的缴税税款，你又可以参加第2重。那第2重的特奖呢，就是1万块的提货单。好，那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参加2重的抽奖，都有机会。如果你运气够好，你可能就可以独得6万块的提货单。哇，好棒哦！对，那另外呢，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采用云端的这个发票，好，用载具。
所以你如果能够上传到我们的云端发票体验宝，一张10块钱以上的消费发票，那么我们有准备880名的这个电子礼券，100块。对，880，哇，对，但是只有880个名额，所以卡丘爱卡紧哎，对，所以是以那个先报就是先赢，是不是？你要去登录，以你登录的时间点来做决定。哇，所以大概卡丘爱卡紧的哦，哇，好棒哦！宅福报税抽大奖，就是说要在国税局以外的 IP 的哈，这都可以对的位置。就是要鼓励大家呢，尽量就是在网络啊，然后在家申报，好，非常的棒。好，那为了呢，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一次针对108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有什么样的减税的新措施哦，还有什么样的申报方式呢？那我们知道说，市长跟局长有特别去拍了一段影片，要来告诉大家这个喝康。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VCR。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5月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您知道吗？就是所得税的申报啊。对不起，这次真的是有点顾人怨，但是一定要讲。现在报税是很方便的，你不用出门也可以报税哦。所得资料、扣除资料，电脑都帮你传便便，再加网络申报，面面俱到，还可以参加抽奖。再奖多少？580块就是你的。别忘记，今年申报期间延长到6月30日哦。提醒市民朋友们，防疫不忘报税，报税不忘防疫。我拢讲了，局长你哪边拿料啊？你讲就紧啦，报太紧。对，报税很方便啊，所以说比拉面还要方便。希望说大家来这个诚实申报，然后能够吃好面。是的，网络报税免出门，网络订面最方便。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哇，局长，其实我们今年这样子哦，遇到疫情嘛，那大家真的是同舟共济，要好好的来度过。那当然就是报税是义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报税的动作哦。那有这么棒的一个减税的措施，还有很多便民的啦哈。那最后是不是请局长跟我们做个结论？好的，碧纯还有我们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年为了疫情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如果要到我们国税局来做现场报税的，其实我们防护措施也做得很好。好，我们要量体温，然后一定要戴口罩。是。那我们还有保持安全距离。好，所以呢，我们也请观众朋友可以体谅，当你如果真的到现场的时候，可能需要排一下队，那就麻烦观众朋友可以体谅，这是第一件事情。是。但是第二件事情呢？为了让你把这6万块的提货单可以带回家，我们还是期待我们的观众朋友尽量宅在家完成你的网络申报。好，今天非常感谢卢珍秀局长呢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观众朋友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呢，可以上这个国税局的网站。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打电话询问也是很方便的哦。可以的。就是非常热心的，愿意为大家服务。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卢珍秀局长，谢谢你，谢谢。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新鲜节目，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